您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吴俊松。高雄左营区有一家烧饼店，在地经营超过40年，吃过的顾客都说赞。店家的招牌总会烧饼里头夹着一片烤黑轮，这个相当特别的组合，是老板童年美好的记忆。烧饼里头包着满满的配料，让人饱餐一顿。这家在眷村经营超过40年的老店，吃过的顾客都超喜欢，甚至3天2头就来报到。店家忙碌的双手也没停过，用最快的效率把一份份烧饼交给顾客。老名诶，这卖几啊10代啊。你感觉好吃吗？足好食，足好食。烧饼，伊烧饼上名呀，一般拢食会下啦。因为黑轮食饼啊，好食啦，较传统吧，较传统啊，无遐尼油啊。这个已经后继无人了，所以你看，我们老板才刚开刀，他就马上就回来了。为什么会回来？就大家都很想念眷村的口味啊。他是从爸爸那一代就开始一直做，我们从小就吃到大，永远难忘的滋味，眷村的滋味真的很棒。是因为我父亲退休，然后他想做一些怎么样自己喜欢吃的啊，然后因为在眷村里面，大家都是那种类似于那种分享的那种。把自己的拿手的做出来，自己也喜欢吃，然后村子里头的那些邻居啊、那些长辈啊，他们都有一个合适的口味可以吃，不需要再往外跑或者是怎么样。店家的招牌总会烧饼深受老饕喜爱，最独特的莫非是在烧饼里头加入黑轮，这样的组合在外面非常少见。再加入满满的配菜，只要铜板价，吃起来相当有饱足感。其实把烤黑轮加入烧饼这样的组合，是老板小时候相当美好的回忆。在我们小时候，就会有那个本省籍那个奥联杯啊，开那个骑着那种3轮的。然后上面不是有弹珠台，有那个什么，就别人讲把布的那个烤黑轮。啊，那时候的话，因为眷村大家一般的孩子的话也没什么零用钱，所以有时候身上有个钱去买一下黑轮的话，又不舍得就这样直接吃黑轮，回家以后有什么馒头啊或者是饼啊那些可以夹就夹进去。总会烧饼包着满满的馅料，却只要铜板价，民众都觉得 CP 值真的很高。老板说，早期在眷村，大家都会彼此分享食物，因此希望能把这项他喜欢的食物与所有的顾客分享。记者周福信、陈英君高雄报道。高雄三民区有家隐藏在巷弄内的米糕，每天只卖4个小时，如果卖完就会提前收摊。店里面只有4样产品，熟客经常直接点一整组米糕、味噌汤、卤蛋、油豆腐，这样只卖45元。吃过的顾客都说 CP 值超级高。隐藏在巷弄内，附近全都是住家，外观没有华丽的装潢，只有米糕的板子。一天只卖4小时，太晚来还可能吃不到。在地经营超过50年，父子俩凌晨4点就开始备料，6点开始营业，每天只卖1轮，卖完就收摊。以前我们住这边啊，30几年前，所以就想到就会来吃，因为他们的东西便宜又好吃。然后价格也几乎没什么涨过，对，非常佛心，对。然后他们虽然写10到10点，可是有时候8、9点就卖光了。我那有限量，我一天做1场的尔，无我若是阮2个人尔来做袂啊。本来是阮爸爸跟妈妈在做，阮妈妈过世了，我倒来跟阮爸爸做伙做。老客人跟老板都有固定的代号，那就是一组。一组代表菜单上的4个品项，统统都有，这样也只要45元，这还是已经调涨过后的价钱，45元就能饱餐一顿 ，CP 值真的非常高。许多顾客远道而来，为了要吃这一餐。因为它品项就这4样啊，通常来吃的人就是直接叫一组这样，每一样都点这样，因为整组点起来也很平价。我是住前镇所以今天还特地从前镇过来这边吃啊。虽然路途有点远但是很值得。就那很古早味啊，然后就价钱很合理，
对对，就是他没有因为说通货膨胀，然后就去调整价钱，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吃得饱。个人物件拢家己做的较济，像个卵啦，我拢爱家己捡、家己卤，家己掰。你像迄油豆腐我若是拢家己去买豆腐，再家己煎，所以成本我都降较低。因阮遮咧食拢做工的人较济啦，计程车司机啦，无一寡学生。爱尽量要俗互人，足侪人客人拢甲讲价爱起价啊，无迄价钱有伤俗，伊若是无爱。开业50年来，不打广告也不宣传，没有店名，只有简单写着米糕字样的招牌。一年之中只有过年休息7天，端午休息7天。父子俩共同经营，把米糕的古早味继续传承下去。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真正是行啊来美食小吃。基隆仁爱区流民传路11巷里面有一家专卖素食面疙瘩店，不只是素面疙瘩以及米粉、冬粉、面条等主食好吃，店家自行制作的各式素菜小吃同样受到顾客好评，让3位到现场吃小吃的基隆市议员都赞不绝口，大推这家店。一口接一口，加丢丢丢丢。趁着服务选民以及开会空档中午时段，前基隆市议会议长宋伟立特地呼朋引伴，邀集市议员曾纪言以及市议会联席审查会主席何淑萍议员，赶快再来行啊来品尝好吃的素面疙瘩以及蔬菜熬煮的汤头。它那个面疙瘩的 Q 弹那个弹牙的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吃。不会说让软趴趴的，就是有弹牙的那种感受。外面美食就是说一般我们都会吃了之后喝了那汤就会觉得口渴，可是它这边完全没有，而且，真的我觉得它一定有秘密武器在里面就是让你觉得这个汤我就想把它喝完，就是很健康，然后感觉吃的时候又很爽口，对。讲这一间面疙瘩在仁爱区的流民传路的巷口。那这间的面疙瘩，我想它的汤头非常的清爽，尤其它的面疙瘩做的非常的 Q 弹。高丽菜，还有一些红萝卜的一些青菜为基底，来让这个汤鲜味美，完全取代了这个味精吃完绝对不会口渴。那因为我非常喜欢吃面食，然后它嚼起来的那个面粉香，让我真的是非常有饱足感。还有这个芋头非常的松软，还有这个杏鲍菇，吃了完全对身体不会有负担。不止薄片般的素面疙瘩好吃，汤头搭上冬粉、米粉、面条以及泡饭等主食也一样好吃。加上芋头别有风味，连店家自行制作的各式素食小吃以及素辣椒同样受到顾客好评，也让基隆市议员宋伟立、曾纪言以及何淑萍3个人都赞不绝口，大推这家店。老板娘做的小菜也是非常不容易，都是道地的素食。那我想还有老板娘最重要是老板娘炒的这个算是灵魂，它的辣椒也是非常非常的道地。让我最惊艳的是，这里居然吃得到这个糖醋里脊肉素食的还有素腰花，还有我们的那个素鸡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这个一饱口福之外，又可以进到体内环保吃素食真的对身体非常好。老板说，他们本身没有吃素，但是愿意花时间研发用手工制作出来最健康好吃的素面疙瘩、汤头以及各式素食小菜跟大家分享，也让顾客感觉不出来是在吃素食。我们的面疙瘩它煮久也不会烂因为我们的那个扎实度有到那里，弹性有到那里，它也不会说煮久了像人家煮久的会烂掉。或是会糊掉，我们再回烫的话，它只是变比较软，也不会糊。我们的小菜都是连辣椒，我们都是自己炒，因为外面买的我们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安心啦。毕竟说这个是给人吃的东西嘛，因为我们都会自己去尝试过以后，我们才有拿出来贩卖，而且这个吃的东西都我们自己敢吃敢用。我们才会给客人用，对，真材实料，对，就是一个责任呐。
老板表示，除了素面疙瘩以及蔬菜汤头，也卖芋头汤和芋头面，欢迎大家来吃吃看，不怕货比货。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台南国华友爱街区商圈发展协会举办国华松王宴名摊来出菜美食盛会活动，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协助宣传，表示这次商圈集结国华街25道以上的名摊美食，推出国华松王宴，让大家一次吃饱喝足，盛况空前的美食飨宴，一定带给大家难忘的体验。桌上每道佳肴都是国华友爱商圈多间名店的招牌美食，外地游客若想要全部都吃到，可能需要耗费整天的时间。为让国人大众一次品尝全部美食，同时宣传台南的观光，国华友爱街区商圈发展协会特别邀请南关县名厨阿洪师团队负责整体作业，集结商圈内的美食店家，将于9月29日举办国华松王宴名摊来出菜美食盛宴。来办的这松王宴，主要是我们就是用国华友爱街区商圈里面的业者，我感觉这相关的做理事长的任务，就是甲相关的业者，互有机会曝光，会当带动到因的生意，所以讲今仔日食满，大概会当食40几道菜，这拢是咱相关内底的业者。不足的部分，咱就扩及到整个国华街因为国华街头尾应该店家凊彩找可能100间美食小吃拢有让代表国华街的美食小吃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我们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学习台北的那个宁夏夜市，也有一个宁夏夜市千岁宴，他们今年刚好办第13年。人有办对总统府啦、立法院啦，也是国父纪念馆台北101。那我们是今年办，我们要打造就是说，北有宁夏千岁宴，南有国华松王宴。松王宴不只能吃到国华友爱商圈的经典美食，还有为每位参与者准备伴手礼、抽奖活动等。最大奖是电动机车1台，这么好康，就连市长黄伟哲也现场订桌。一桌8000，然后每个人送价值500块的伴手礼，那10个人就5000了，这不惜血本的这个此时不来更待何时那市长明天先订10桌好不好？今天就订了，不要明天订了。国华友爱街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戴永明表示，碍于场地限制，全部的桌数只有36桌，名额有限，欢迎国人大众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来台南吃美食、抽机车。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基隆首创全国第一的亲子照护平台跟室内儿童乐园的成果展，在七堵区公所热闹登场。市长谢国良特别邀请台北市长蒋万安带着二宝来参加，体验七堵室内儿童乐园，共享难得的亲子快乐时光。画面上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带着二宝来到七堵室内儿童乐园玩耍，体验小汽车、溜滑梯和超级市场的采购。二宝玩得好开心，一度不想回家。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葡萄跟西瓜，还有跟面包。三明治，营养三明治。三明治。巴娜娜在哪里？巴娜娜在这边。哇，好棒哦！他喜欢这个布布。我跟你讲，他不想回家的，他不想回家了。在市长谢国良的邀请下，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带着二宝来参加这个室内儿童乐园与基隆首创全国第一的亲子照护平台成果展，大力肯定市长谢国良用心推动亲子政策。其实我要谢谢国良特别邀请我，因为周末很多行程我没有办法带着宝贝，但今天这个行程我又可以来给国良市长支持，又可以带二宝来放电，一举数得。好，所以谢谢国良市长的邀请。基隆多雨，但是就看出来国良市长的用心，在基隆一区一个室内儿童乐园，就是用心规划出来照顾年轻爸爸妈妈。好，当有小朋友需要有一个空间让他们玩乐奔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政策。
其实最重要是免费开放，让所有的爸爸妈妈带孩子。所以不只是让我们省下荷包，也让孩子可以尽情的放电，尽情的玩。室内儿童乐园到现在为止，陆续有了一些成果。第6座的仁爱区室内儿童乐园现在已经开放试营运，然后第7座的暖暖区室内儿童乐园正在新建当中。我们最近常常看到桃园来的爸爸妈妈，新北、板桥莺歌来的爸爸妈妈。那我们这边原则上都欢迎大家来玩，因为我们倡导的是一个有爱的环境。国良市长今天也向大家正式宣布，在之前所成立的亲子照护平台，这是全国首创，而且让我真的非常有感。我刚刚跟国良市长就聊到，我以前真的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半夜的时候小朋友突然发高烧，那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大宝连续烧了3、4天，我真的是急到不只是晚上没有睡觉，而最重要的是心里那种焦虑跟负担我想所有爸爸妈妈都能感同身受。所以后来发现是玫瑰疹我后来才有经验小朋友连烧4天，身上出了疹子就会自动退烧。所以国良市长所推出的亲子照护平台，对于很多新手爸妈来讲，在晚上或半夜的时候碰到小朋友身体有任何状况，他可以赶快的透过平台咨询专业的意见，也有专业的医师提供协助。我想这绝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项政策。那今天也特别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亲子照顾平台的成果展。刚刚问了一下行政局长，我们下载率已经有接近9000人次左右，也就是说有9000个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的孩子有来加入我们这个平台。那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个这样子的夜晚，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成果发表，无非就是希望有更多的爸爸妈妈共同的来使用我们的亲子照顾平台。透过亲自体验与了解，台北市长蒋万安大力赞赏谢国良上任后积极推动的室内儿童乐园和全国首创的亲子照护平台。他认为谢国良推动的政策都是站在爸爸妈妈的立场，用心来推动，可说是一位照顾市民的好市长，呼吁市民朋友全力来支持相挺。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高雄女中今年创校迈入100年，一群雄女的一队毕业生，为了要在100年校庆上为学校献上祝福，从2年前开始投入一队练习，横跨了40届的差距，上百人的阵容相当庞大，在艳阳下不断重复练习，希望能够在校庆当天重新复刻他们的少女时代。烈日下，众人走在雄女的大操场上，他们每一位都曾经在雄女度过高中3年的青春岁月。雄女一队是他们的共同记忆。今年雄女迈向创校100年，他们决定要复刻当年的一队回忆。那30年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30重聚的活动。同学第一个见到我，他没有叫我的名字，远远的他就直接叫队长。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很澎湃的。因为已经30年了，没有人用这2个字来称呼过我。那我也觉得那只是当年高中的一种社团的经验。我毕业，然后不管是就业或是就学，我都很少再跟人提起这一段历史。但我不知道说30年之后，在我的同学他们见到我，竟然我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的象征，是一队的队长。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级中学一队总指挥苏丽颖报告。有机会遇到雄女的100年校庆，那我这辈子不可能在第2次机会遇到雄女100年校庆，那我也没有办法再活100年。那我就觉得我好像应该为我身为一队队长这件事情做一点什么。一张张的旧照片是当年自己身为雄女一队的最好见证。每个假日，他们在台北、高雄2地团练，毕业的届数跨距相当大，要将这些人一起找回来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第一届的学姐她是民国71年雄女毕业的，那她现在其实年龄已经超过60岁了。那我们这里面最年轻的学妹是刚从学校的大学毕业没多久，所以其实年纪可能大概20出头，所以我们最年轻的跟最年长的，刚好相差40年。每次招募餐费那个捐助金额简直是秒杀，抢不到的还要安好说我们能不能下次先预留名额赞助。所以下一次可能有人在排队，已经有种子选手，有种子选手。像这次我们一次征招15个，这次再上一次就已经预约10个了，所以我们这次再一下子秒杀5个人就没有，而且还有人私底下还会掏腰包，就是要赞助教练费啦，或者是其他的团练费。互相鼓励，互相支持，然后给予对方一种鼓舞的心，我觉得这个很难得。而且我们因为社团是没有经费，所有经费我要自筹。那可能姐妹们的装备，她们身上穿的制服，然后用的枪，还有我们每一次团练需要用到的一些食材或者是饮料，各种点心，都是姐妹们她们自动自发的一个捐赠，或者是说赞助。那我觉得她们这样子每个礼拜或是每个月搭高铁高雄来回台北，其实这种自动自发的心，其实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15、16。但时光的流转也让这群雄女学姐们吃足了苦头。当年28年华，要记得枪谱上的动作细节，对当年的自己并非难事。如今重新拿起刀与枪，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同时也重新赋予仪队另一个意义。没有参加过仪队的人很难理解，它很像是女生去当兵的感觉。所以我们彼此会觉得我们像是女汉子一样，就是说你明明没有当兵，可是你只要讲到仪队的时候，就像男生在讨论到他们当兵的那种概念，是很雷同的。好像你自己曾经有一起同甘苦，然后一起被操练过的感觉，那种革命情感是不一样的。雄女校友仪队从2年前就投入练习，为的是在今年的100年校庆中能重新在众人面前粉墨登场，一次次的把枪举起来，掉枪了再试一次，脚步不对了重新再来。在高雄的艳阳下，这群人挥汗如雨，却依然坚持。我当然很心疼，但我也会希望他们撑下去，因为我相信他们可以。就像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在家没有冷气不能活，我连厨房都有冷气，我炒菜也有冷气。可是我来这里，我每天回去就是好像流2公斤的汗一样。我相信姐妹们跟我是一样，可能今天她在家是贵妇，是一个不会运动的人，可是她今天来到学校，她可能一天8个小时都在流汗，可是她甘之如饴啊。说实在的，每一次练之前都很挣扎，但开始练的时候就觉得还好，对，然后练完之后就会想着再下一次来练，对，都是这样一直对一直的循环。可是最后配乐队的时候，其实是蛮令人感动的，那个感觉还蛮熟悉的，就是以前练习过，然后现在就是其实最多是可能就是拍数会不太一样。但是那个以前练过的那个稍微记忆都还有在，肌肉记忆还在。对，我觉得他们有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其实2年前的彼此是互相不认识的，就像我对里面的很多姐妹也是不认识，因为我们的级别跨得太大了，年纪相差40岁，60几岁的当然不能够认识那些20几岁的妹妹们心里面在想什么。那20几岁的妹妹可能会觉得60岁的那些阿姨其实就是比妈妈更年长的一种角色，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很融洽的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了信任跟爱，那他们就有一种归属感，会觉得说好像1个月不来这里说说话，分享一些家里的事情，会少点什么。苏丽莹说，仪队社团能够走到今天，除了仪队的姐妹努力不懈的练习之外，志工团们的大力支持，更是让这2年的练习各方面都能不虞匮乏的幕后功臣。我先生，因为他不干涉你，他给予你全部的自由，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华人社会，女性其实某种程度是被压抑的，但活到这个年纪，然后他可以给予你，不管在金钱上，就是经济上，或者是说你的意志上面。
他给你全然没有设限的空间，其实我要很感谢他。谢谢大家的支持，真的衷心的感谢。我相信我们是一辈子的姐妹，即使经过一对社团100年校庆、雄女的校庆结束之后，我们还会一辈子走在一起，分享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谢谢你。你还记得自己的高中生活吗？雄女校友一队用2年的时间将高中的自己重新找回。今年冬天将用这样的姿态为学校送上祝福。记者周福庆、刘伟霆高雄报道。林玉婷和曾志强师徒2人勇夺奥运拳击金牌的成就让人津津乐道。在新北市副市长刘荷兰媒合民间热爱体育人士下，以金牌师徒名义捐赠电动车回馈母校莺歌国中，同时号召各界一起来支持年轻学子的体育梦想。莺歌国中热舞社以2025世界壮年运动会的主题曲搭配拳击舞蹈的表演，为携手挺体育的捐赠仪式揭开序幕。新北市副市长刘荷然在致辞时表示，能够媒合民间热爱体育人士，成就一桩美事，以金牌师徒的名义来回馈母校，希望借由这份传承来帮助更多选手得到支援。这部电动车不仅代表这段时间对学校培育的感恩，更可以代表未来的传承。所以让我们的选手可以在不管是所谓的异地训练，或是以赛代训的时候，有一个不会受到阻碍的交通工具可以来接送。那在这边也非常谢谢我们所有在地的人士啊，今天很多的我们的议员也都出席，对我们预算的支持。在地不管从学校到我们的家长会、校友会，对我们这个整个学校体育团队的这个赞助哈，其实都帮了很大的忙。林玉婷也分享，过去在学期间经常要异地训练或比赛，但是常在交通上耗费大量时间。例如比赛场地如果在偏远郊区，没有经费搭计程车，就只能依靠11路公车，浪费太多时间在交通上。当时的会长，对张会长，他就是当时就一直告诉我们，就是说，当我们有能力了，我们就要回馈母校，然后回馈社会，因为我们也算是他们回馈的成功案例之一。不是说每个比赛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是比较市区，都有公车都可以到达。那我们可能要住在比较偏远的地区，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没有车，那我们又没有这么多的经费可以搭计程车或是叫接驳车，那我们只能依靠着我们的11路公车。对，就是我们要么你就是走过去啊，比赛时间快到了，那你就得跑过去。有了这一台车，可以对于这些选手们、学弟妹们，他们可以让他们做一个交通接驳的话，那他们基本上可以睡眠的很充足，做好非常好的恢复。曾志强教练说，教练永远是梦想中的泼墨者，至于要给教练黑色或彩色，就是在无形中慢慢彩绘。因此他很感谢在地的莺歌师长，也希望有更多的厂商与社会资源投入。教练要做的工作很多啊，包含说其实这件事情都是在酝酿当中。选手每天都告诉你，教练我都是要拿第1名，但是家长打电话告诉你他要去补习，老师告诉你他要去上课，但是呢，所有人都告诉你他想要第1名，但是告诉你教练我好累，我想休息。所以教练要统筹的这些事物当中呢，他永远都是在梦想当中呢当一个泼墨者。好，至于你要给他是黑色的还是给他彩色的，就是在这个无形当中慢慢的去彩绘它。莺歌国中校长江明阳表示，车辆未来将用在运动团队的使用上，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成绩。未来就会是我们学校运动团队异地训练，还有出去比赛的时候很实用的车辆。因为我们的团队很多，我们排球队、拳击队，然后武术队，还有拔河队。然后都是男女生的，所以其实一次出去都很多人需要车辆。那有时候我们会叫车，但是教练啊，或者是搬东西啊，什么都很需要。那平常是异地训练更是需要，就是一队孩子们就很轻巧，这样可以说走就走。电动车的捐赠代表民间人士对体育的支持，也意味着林玉婷及曾志强回馈母校，不仅是对过去感恩，更是对未来激励。借由这份传承，帮助更多选手得到支援，继续号召更多人支持年轻学子的体育梦想。记者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
马家三兄弟恩生、恩家和恩凯小时候因为家中陷入经济困境，幸好当时获得亲友和信仰的帮助，才能够顺利度过难关，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也在三兄弟的心中种下善良种子。某一次和台南市社会局督导杨义宏聊到展翼少年棒垒球队需要教练，三兄弟二话不说，马上就答应。马家兄弟大哥恩生亲自为展翼少年示范投球姿势，二哥恩家则是调整打姿，专注认真的态度就像是专业级教练。但其实他们分别是在资讯业及媒体业工作，而当初会到展翼少年棒垒队教球，也是因为社会局督导杨义宏的一句话。当初是社会局有一个督导，然后他只问我一句话，就是说你有没有兴趣教球？就只因为这样，然后我就一开始带着恩凯去到那个一个室内练习场，算跟家福球队第一次接触。然后因为应该是说我们有打媒体队垒球赛嘛，所以那个社会局的督导知道我们好像在棒垒球上有一些研究跟兴趣啊，因为刚好家福的球队前一任教练可能已经到了，要离开了，所以找到我们这边说能不能来帮忙这样子。其实马家过去因为父亲做生意不顺利，加上大哥恩生得过一场重病，家中经济一度陷入困境。好在当时有亲友的帮忙以及信仰的力量，让他们渐渐度过难关。也因为善的循环，让三兄弟更懂得感恩，想尽一切能力帮助他人。本身的家庭的观念、家庭的信仰，会导致说我们会去关注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不管是他在社会底层，还是说他本身其实他本身原本好好的，可是遇到什么事情，他可能刚好在他的低潮，那你可以去帮助他，不管是陪伴还是说实质的物质给他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去协助他们。我们家之前也受过人家帮助，然后当然不是状况很差，就是不是说请社福机构帮助，是亲朋好友可能知道说，你们家这段时间可能不好过啊，有3个小孩要抚养干嘛，他们会物质非物质的给予一些帮助。然后一开始我们当然不懂事嘛，因为都爸妈在承受这些善意，可是渐渐的稍微有一些理解之后，你也会知道这些善意他们的不求回报，我觉得是希望我以后有能力，不管在哪个面向，我或多或少我也可以把这份善意传给需要接受善意的人。也许是因为来自充满爱的大家庭，三兄弟教球时不重分数，反而更重视团队精神以及品格教育，为的就是希望带给小朋友正面影响。教他们多会打球是其次，可是因为棒球团队运动，然后在他们的生活也是团体，怎么样让他们知道说，我为什么到现在有这样的个性，这样的算好人的样子，是因为什么样的条件造成？我想把这些观念教给他们啊。其实来这边应该2-3年，超过看到他们一直，我可能来到这边到现在还待在这边的球员，看到他们的成长，我觉得算是一开始没想到的意外的结果，可是也是会蛮开心的这样。三弟恩凯目前在北部上班，赶不上这次的练球，但2位哥哥怎会让他缺席这次的采访？特别为他制作了一块人形立牌代表出席，从这也能看出三兄弟们的好感情及媒体人的十足创意。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2024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热闹登场，来自国内外超过50组的表演团体，从国门广场出发，在市区游行演出。虽然天公不作美，雨势不断，却浇不熄参加团体的热情，吸引许多民众踊跃参加。大雨浇不熄参加民众的热情。2024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踩街游行队伍，在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王宏威和城市代言人安心雅、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卫生局长张贤正以及多位市议员的带领下，从国门广场热闹出发。
每一年都可以来参加老鹰嘉年华，非常开心，大家心情是非常兴奋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的采接队伍，除了来自各县市社区学校，也邀请到盲人、脊髓损伤协会等公益团体，还有原住民、新住民等团队一起响应，展现基隆港湾城市的温暖友爱。今年也加入鹰站长 IP 的空飘气球游行，更扩大邀请来自日本的表演团体，让活动迈向国际。大家今天所有的来自我们全国各地，还有来自日本的这些好朋友，远道而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包括基隆的社团、学校、社区，大家都一起来，还有我们的一些特别感动的是我们的盲人团体，以及我们的这个脊髓损伤协会，每年已经第2年来参与了哈。那非常感谢各位远道而来，希望我们这个嘉年华越办越大，也希望各位每一年都可以在基隆相见。我们海洋老鹰嘉年华已经迈入了第14个年头，感谢今年有50几个非常棒的团体，以及有2个日本的团体共同的来参加。大家都看到今年我们的社区营造的成果真的是不同凡响，都有非常特色，而且非常的可爱。那今年也多了一个比较大的我们的气球，就是我们自己基隆独特的 IP 鹰站长。那我今天就跟江局长说，可不可以明年帮我们鹰站长找个伴，好不好？多加一个 IP， 那以后1年比1年多，更可爱更棒。这个已经成为我们基隆，已经是从社区营造出发，但已经是全市甚至是北台湾都已经很著名的一个庆典的活动。欢迎大家今天到来，很多市民朋友也迫不及待跟我们一起参加。夏季的最后，然后我们用一场嘉年华，把这次夏季把它欢送出去，让大家能够开心的在我们的基隆的街上，看着海边，迎着海风，好好的走一趟。好开心，好开心啊！这嘉年华就是要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给大家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们海洋老鹰嘉年华赞不赞？赞！来一个尖叫声，好不好？除了白天充满热情活力的热闹踩街，晚上还有美丽的烟火秀登场，吸引民众欣赏。迈入第14年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结合踩街、市集和烟火秀等元素，吸引市民和游客来畅游基隆。活动1年比1年精彩，也成为行销基隆的一大特色。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鼓山区九如4路人行道完工以来，数十年没有重新刨铺，到处高低起伏。最近里长呈报人行道沟盖破损、地砖破裂，高雄市政府也还没有修缮。里长希望尽快重建人行道，给居民安全的人行环境。人行道上一边是破损的地砖，另一边是水沟盖损坏，直接拔起来叠着，整条路面几乎都是高低起伏、凹凸不平，行人走在上面实在相当危险。鼓山区九如4路2侧的人行道自完工以来就未曾重新整铺，仅是修修补补，连里长向养工处呈报修缮，2个月了都没有前来修复。高低不平啊，人在走，脚容易绊倒啊。是不是整条九如4路好像都是这种情况？大概有很多哦，几乎整条到那个银川街那里一带，几乎人行道方面都是高低不平这样子。30号公园到九如路桥这2边的人行道，对九如路做好。对，九如路做到今嘛，从来没有刨铺过。
这只就对啊，我差不多应该伫迄2-3个月前，我就有甲1999甲因讲，1999甲因通知，因嘛无来修理啊，已经分单啊，因为规单这单就对啊，伤严重啊。由于人行道实在太久未重新整铺，为了民众行的安全，里长曾多次在里长业务汇报中呈报，都是以经费不足为由不了了之。安尼啊，因是有哪甲因建议讲，看会当争取经费做新的卖啊。所以我伫迄个6月27，安尼区公所、高山区公所里长业务汇报内底，我就摕出来讲，安尼啊，摕出来讲的是就对啊，迄个。因的答复就是讲，这无经费啦，吼，嘿啦。里长清楚人行道重建经费庞大，争取不易，但哪天居民在人行道上出了意外，是否还得赔偿是更麻烦。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小港机场的天花板漏水问题，今年5月就已经发生过一次，近期再度发生同样问题。有许多民众认为有损国家形象，机场是给外籍旅客的第一印象，也是门面，希望政府能够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高雄小港机场近期再度传出漏水的问题，让许多民众觉得有损国家形象。漏水的情形并非首次发生，实际上在今年5月份也发生类似情形。国际机场漏水情况层出不穷，让旅客都超傻眼。这样当然对国门的观感会不佳啊，因为我们的机场都已经落后人家太多了，本来就要修更好的了，当然越快越好啊。机场漏水应该蛮严重的吧？应该要马上修复吧？啊，真的很差啊！这个小港机场真的很差很差，当然要补助啊。我觉得高雄现在的直航的航班已经很少，再加上机场要漏水，观光客谁愿意来啊？这是国际机场，对啊，怎么会搞成很小？那真的太简陋了，真的太简陋了，真的要改善，政府一定要注意这个环节啊，真的太差了。影响国际形象。事隔4个月，再度传出漏水的问题，不免让人质疑机场的硬体品质。在旅客进进出出的大厅，不仅是国家的门面，更是给外籍人士的第一印象，势必得立即性的解决机场大厅漏水问题。小港机场表示，目前已编列5800万的预算要进行维修，预计在年底招标，2026完工。高雄小港机场近日发生严重漏水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不仅影响台湾门面，也影响各国旅客对高雄的负面形象。希望交通部能够迅速处理该机场的维护及维修，避免造成出入境旅客的安全疑虑，也影响各国来高雄旅游的旅客的负面形象。机场的修缮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施工期间，机场将采取短期的补救措施进行工程的施作。议员和民众都希望能够尽快修缮，更要避免日后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才能顾及台湾的门面。记者张世明、陈映君高雄报道。秋天来临，正是享受温泉的好时节。交通部特别联合全台湾19个温泉区，在台南关子岭举办台湾好汤年度启动仪式。除了共同行销台湾温泉，揪大家一起来泡温泉之外，还特别邀请模特儿身穿在地产业手作衬衫来走秀，为西拉雅丰富的物产代言。伴随着十鼓集乐团震撼的鼓乐声中，从中央到地方产官学等各界贵宾齐聚，要共同来宣传今年台湾好汤温泉季盛大展开。2024-2025台湾好汤活动正式启动哦！哇，温泉水真的涌出来了！我们打造了一个温泉养生之旅，结合了自行车、步道、美食以及怀旧时尚的在地文化。那邀请我们各个民众来到我们全台湾19个温泉区来用温度来体验认识台湾。由交通部观光署所取名的品牌台湾好汤已经有17年，今年再次选择台南关子岭作为年度行销启动点，
就是看准泡汤文化作为台湾国际行销、吸引国外游客的重要性，所以来自全台19大温泉区都总动员来设摊，希望结合地方产业特色来并吸引游客眼光，也让产业界相当感谢。温泉季的一个活动，到今年有17年的一个时间。那我们在关子岭这个地方总共有4次在关子岭这个地方来办理。那每一年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来办理这一个温泉季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交通部观光署历年17年来为我们所办的一些推广、行销温泉季的一个活动。会中包括东山咖啡的现冲体验，以及将天然的温泉泥浆当作染料，都成为注目焦点。会中模特儿就身穿在地职人以泥染、茶染以及蓝染等全手工制的罩衫来走秀，希望凸显西拉雅观光圈内的产业，共同为台湾好汤揭开序幕。就是以关子岭红叶公园为设计理念，以缤纷让人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静谧与丰富的秋季色彩。台湾好汤启用之后，将一直到明年6月底，希望传达温泉旧时光、健康新时尚，而且越在地越国际的主轴。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台南市关田区龙田恰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2022年开幕后，吸引许多观光客慕名而来。其中园区内的地景剧场，今年在数位发展部支持下，以最尖端的5G 以及 AI 技术，打造全新沉浸式剧场。市长黄伟哲特地来新场馆开箱。龙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以嘉南大圳的水文化和考古教育推广为核心，保存水铁、唐铁、盐铁到台铁的产业遗迹。园区的地景剧场更是受欢迎，这回透过5G 结合 AI， 打造全新内容。这个沉浸式剧场其实是透过这个龙田这个市铁回忆然后来梳理龙田这附近的过去的这种产业遗址的特色。那更特别的是，其实应用5G 的技术跟深人式的这个科技可以让参与者马上透过12分钟的片子的参与，那你能够最后得到一个这个这种不同的答案。以科技艺术互相结合，从过去单一线性叙事方式，加入多人共创体验内容，现场游客能一起互动，寓教于乐，是台南珍贵的历史文化资产与科技应用的重要示范。事实上，非常谢谢我们数发部的大力支持，能够让这个沉浸式剧场有轮流有3部主要的影片来播放。借着这3部主要影片，能够让大家了解过去的一个历史以及未来的展望。那刚刚提到了这个台南500，台南500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在了，但是可以借着这个生成式 AI， 能够模拟描绘出未来台南的景象。在数位发展部的支持之下，让游客回到历史现场，看到四铁产业的回忆，也看到未来台南500的园区。记者苏海台南报道。提醒您，屋外式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1.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2.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3. 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1. 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2.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3. 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4. 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5.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6.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